伫台湾各大医学中心，除了提升临床的照护品质，另外伫研究的论文发表，嘛成为各大病院重要的课题。基美医学中心麻醉部今年来伫王志忠教授的带领，不但连续得到国家新创奖的奖项，另外伫基础研究、甲健保资料库以及 AI 大资料的运算方面，嘛拢成果丰富。伫麻醉部2022年的学术成果，更加克入世界的前50名的行列，排名第24。我们奇美的研究呢，有分基础医学研究部分。那基础医学研究部分呢，这个主要就是做一些动物的实验。那还有临床的研究，主要就是做人的、病人的。那我们在这临床研究方面呢，有包括这个用资料库做的研究，有这个人工智慧做的研究，临床实体人的研究。那这些的论文发表在这几年当中呢，常常都发表在麻醉学界呢第一名的期刊。也有好几篇。那在基础研究方面呢，也是在于这个发炎以及这个慢性神经疼痛方面呢，都有非常好的表现。那这个还有更有实证医学的研究，我们这几年的年轻医师在实证医学研究方面呢，着力的非常多，每年的产出量也非常大。那这些研究的成果呢，都可以呢，很快就运用在临床上，给病人带来福利。我们的麻醉科呢，因为这个学术成果这么突出，它在全球是排到24，各位就了解，在全台湾其实我们的排名可以说就是第一啦。那在这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学术的成就之下呢，它带给病人呢，就是一个很好的医疗品质的照护，因为有好的医疗品质，才有办法产生出这么多论文。那同时也因为很好的医疗品质、很好的学术成就，所以呢，我们也带动我们的年轻的有一志要从事这个麻醉科的年轻医师，他们也会把奇美当作他们的第一首选。上午的成果发表，包括基美医学中心甲学副院长陈志成、麻醉部的部长陈真英、甲副部长楚景成教授拢亲自出席。现场副部长还佫分享一名60多岁男性，因为疝气开刀，后来痛痛不止，发现是腹主动脉瘤，靠着医学研究甲临床的结合来化解危机。未来基美医学中心研究的成果，嘛将甲医疗品质来互相辅助，希望带动医疗的水准大幅度来提升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